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这是一个啊欠算嘛，搁再讲准心嘛是家己的人，敢是？俗语在讲，家己栽一丛，看也咧怨别人。阿妈，秀涵，这是恁阿妈咧讲气话啦，你莫甲囥心肝内。啊，我认为讲吼，恁一个契囝也袂歹啦吼。对啦，只要细明来答应哦，我嘛无意见啦。秀涵，这桩代志吼，慢慢啊来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甲恁阿母要来庄脚看这块地，啊，这块地是恁阿兄介绍的。我跟你做伙来去啊。唔免啦，阮实在要来找一个朋友哩，哈。咱来。话你做鬼，爱耍哦，就爱做鬼哦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哦，我不爱耍啊啦，我做几多届啊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做啦，安尼唔就好啊？来洗头看哦。袂啦，一、二、三。客东啊咧讲，就是这块空地啊。我感觉这块地袂歹呢，搁咧路边的，去啥来下吼，规个咱甲买起来。好啦好啦。对啦，老爷，你感觉秀霞是咧想啥？我要哪会知？阿母讲了无唔对啦，哪知会变成安尼哦？当初时淑琪迄个囡仔应该甲抱回来。你知影啥物？那安尼客东啊，免哪会甲伊的小妹嫁互世明？世明嘛无机会通做院长。做院长是要创啥啦？秀霞未死呢，敢讲咱世界全安尼要绝何需要？啊，因也阁少年，你替咧烦恼啥？会死哦，早就死啊啦！哪有结婚6年哦，连只后亲妈都无看。好啊好啊啦，我还有代志紧转来啦。啊，赶叫，啊，连尾就叫司机杀紧来了，安尼赶，要赶3回安尼。哎，好抓到啊！哦，我无甲你耍啊啦，大家拢掠我。谁叫你脚底走袂远啊？当然嘛想抓你啊！哎，卖走，卖走！这个。莫伤心啊啦！人讲生死天注定，咱即马转来办后事较要紧，吼。对啊。啊，你怎啊遮样？已经过身啊啦。啥？大家不兄弟啦？哎呀，拢嘛你啦！无代无志叫阮大家打工去看什么土地，等你看代志变甲安尼啦。我嘛是好意的啊。谢明，现在是真歹势啦。因为亲家一直拜托我讲，老四栋土地都来讲，想袂到。启东啊，我不怪你，要怪，就怪我家己。我大家以后博士，伊阁是大病院的院长，我连恁的性命，我都无得救，我实在无路用的。世明啊，会发生这款代志，无人想会到的。这边哪会用怪你？总讲一句，拢是命啦。命，万项代志拢杀互命，安尼敢对？启东啊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是要决定什么代志？我决定要辞职。你讲啥？你要辞职？谢明，你千万莫意气用事呢。我像这种代志，我心肝我也是真艰苦啊。要不安尼啦，等亲家这代志处理好势了呢，咱再慢慢来讲，好吗？对啦，啊无你先休一下长假。去过后头了，两只马牛啊！哎，阿姨姊嘛，阮唔免伤惊啦，是迄个赛车的哦，甲你叫去冰岛的呢，阮也唔免伤惊。对啊，我无去惊着啊。点啦，囡仔人知影什么戏？去过后头了，两只马牛啊，到底比。哎，阿姨姊嘛，哪有啥物鸟阿比啊？当你是捌什么戏？
即摆人口增加呢，12岁是无够用啦。阿姨即摆，是讲吼，迄人命嘛是真切咧。一听讲迄两个阿某，迄真有钱咯，啊结果吼是安尼。你点点好无？我伫收惊，你无看见？阿姨说，阿姨说，我，啊你是伫咧创啥？老师，我不来替阮收惊啦。收惊？唔是安怎都爱收惊？啊，但你是捌人捌，啊拍着惊免收惊。我，啊你是来创啥？我当然是有代志我才来。本来我嘛是要去找你，也毋过你伫遮，我就减走一逝啦。你要找我？哈，哼，你找我有啥物好代志啊？当然是有好代志咯。我是特别来通知你甲阿喜嫂呢，啊，就是讲明良哦，甲琼兰两个人哦，都要毕业啊啦。哈？要毕业啊啦？真是了！哎呦，时间过了够紧啊！咱拢互囡仔吼约到老去。对咧，袂啦，阿姨嫂，啊，伫我心目中吼，你是永远袂老，永远是青春永驻啦。哎呦，有影无？有影啦。你唔敢嫌啦。好啊，你通知好啊吼，你好走好走。无咯，还阁有上重要的代志还未讲咧。迄就是吼。明良哦，甲琼兰两个人的成绩哦，真好啦！啊，两个人哦，拢要就台领奖品呢。哎呦，天哪！嘿啊，搞呢！唔难呢，啊，个明良哦，我会代表毕业生就台演讲。好，演讲哦，嘿啦，好。所以哦，这段时间做家长的哦，都爱甲伊教，甲伊就台，甲伊演讲。好，迄无问题咯。你敢会晓？会咯。简单哦，迄无问题。明良，你要毕业典礼对无？啊，你要上台去演讲，啊你敢敢讲？阿爸，阮老师毋是叫你教我教？甲你教？系啊。简单啊。阿爸甲你讲，你上台的时阵哦，你做你大大方方甲翘在，台骹的人头拢甲当做咱兜的鸭头路。啊。甲人当做啊，安尼敢好？安尼好喏，安你毋则袂紧张啊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阮老师哦早就甲我准备一个演讲稿啊，到时阵我甲伊背背，啊上台去念念，安尼就好啊。甲你准备演讲稿？系啊。啊，你黄老师安尼，我专工去到遐甲我讲。这个代志哦，我早就爱想到啊。阿爸，你是想到啥？无啦，紧食。食饱哈。哎，翠玲啊，啊你来啉个水帮忙。你别管啦。好啦，来啦，3空啊碗哦，通啊休困。休困。人讲休困吼，是为着要行愈远的路。也不过我即摆经无迄个勇气，都行落去啊！恁来真实际啦！阿爸甲阿母虽然讲发生不幸，也毋过咱对咱的未来嘛应该讲毋茫啊！我即摆啥物货拢无啊！我敢要毋茫啥啊？你是咧讲啥？我问你咧，告诉我，我明仔载啦，翘去，若咧从此以后，我世界是毋就绝了啦？啊！我知影心肝底一直咧怪我，啊，不过你讲话凭良心，安尼对我公公平？对你无公平，敢讲对我就公平先？啊！我该做啊，拢做，这若要管得过是公平啊！我甚至拢想要给你一个客囝。客囝？我无需要客囝，我家己有囝啦。我不爱客囝，我家己有囝啦。什么啊？你去找阿兄的囝？这阵仔我想真济，尤其阿爸甲阿母发生意外了后，其
警官司法有这种决心。唉，当初若毋是恁阿爸反对，若无也免今仔日变到安尼啦。我若无算毋对，迄个囡仔应该小学毕业啊。阿嬷，我实是不忍心看细明遮尔痛苦，袂死是我的命。啊，毋过我无愿互世界因为我的断后事。阿婶，啊，你的意思是爱阮去斗找迄个囡仔回来？对，无论开偌济钱，我拢愿意。若是当将囡仔找倒转来，嘛算讲是我对世界一种弥补啊。阿嫂，坦白讲，阿兄未带你进前，阮嘛捌去找过，啊，毋过拢无消息。阿公啊，你甲我讲，恁最后一摆看到淑姬是伫什么所在？咱只要一间仔一间问，我相信哦，咱一定会当推到一点仔线索哦。也毋过咱若找着，人敢要互咱带转来？阿嬷，咱带囡仔倒转来，除了讲是要传世界香火以外，假使讲对方若知影讲，咱会当互伊一个较好的环境，受较好的教育，因哪有反对的理由啦？啊，你嘛有道理。阿嬷，啊你停车要创啥？你看遐囡仔，哎呦，你考去哪里慢？是要补什么寒钱啦？好啦好啦，淑姬的囡仔应该也遮大汉啦。阿嬷，我看你是忝啦，若无咱找一个所在休困，啊买一个凉食好无？嘛好。希叔啊，希叔啊，罗先生，你也来哦？啊对啊，你看，我拄仔伫墘底吼钓一尾鱼啊，你看有够肥的啦，我钓的。当然嘛肥，食我的鸭屎，哪有可能无肥？我有道理的吼。我甲你讲，等一下吼，我要拜托阿希嫂啊，替我煮一个卫生汤啦。啊，你遮做倒来食好无？什么卫生汤？卫生汤啊！什么说卫生汤？卫生汤就是米寿汤啦。米寿汤了，米寿汤什么卫生汤？我看你没有卫生的。免食你的什么卫生汤啦！我要拜托你说吼，加煮姜母鸭吼，你念咪若有用哦，咱两杯互你啉啦。哎呦，黄老师，你看吧，你到底来哦？好啦，派阮当着的啦。你说哈？啊，我知啦，姜母鸭对，小等下。阿姨说，阿姐。啊，米寿汤。哎呦，你真了解我呢吼！小等下好，谢谢好。啊，无啊，你会晓行棋无？行棋，你倒做鸟无点哟，行棋简单啦，你倒做我是鸭袂晓行棋哦，我让你基本好。好啦，咱哪行哪开讲，哪带伊注意啊啦！哎呦，较有修养的，较有量的啦，行棋嘿啦，3档5档，我是唔知哦。进店啊，头前才是景点啊。请问你要买啥？小姨啦，恁内底有汽水无？有啊，啊你要大罐是细罐的？啊，阮人遐济，较大罐的摕2罐来。啊，小等下，查某囡仔，你今年几岁？12岁。12岁。啊，淑姬啊，因囝嘛12岁。妹妹啊，你敢知影哦？咱遮附近敢有甲你同款是12岁囡仔，还是去互领养的？喂，你来啊？就你啊？妹妹，你知影无？你知影着无？你甲伊讲好无？我唔知啦，你去问大人。老母。咱囡仔人免来知这种代志。先生啊，咱应借问一下哦，你敢知影这附近有12岁囡仔，还是去互领养的？哦，遐济囡仔好领养，都无咧捡鱼细讲咧。
我将军嘞！吼，足无水准的！阿姨嫂，阿姨嫂，我甲你讲，拄仔添到啊，偌无礼貌咧！人客甲伊问代志哦，伊唔应也无答应，电到安尼哦，气氛无就走去啦。哎呦，这尔无礼貌！嘿啊！请问有甚代志吼？我是要来请问讲吼，12年前有一个查某带囡仔来遮有做囝，这，恁是？迄是我的干仔孙啦。当年若毋是阮后生一念之差，也免今仔日。妈，莫哭啦！你即马搁怪阿爸嘛无路用啊！等阿爸甲阿母，阮听恁安尼讲，当年互人抱来遮迄个囡仔，是恁个哦？你也知影这件代志啊？啊，不过尾仔迄个囡仔老母去跳港做啥？哦，有这件代志啊！阿姨嫂，我哪会拢唔知影啊？哎呦，等迄个时阵，你都还袂调来遮做老师咧。听你安尼讲，你是知影这件代志哦？我知唔知吼？不清知啦。啊是讲，我想拢无呢。假使讲你所讲的是真实的，啊是安怎到即马开要找囡仔？这件代志若要讲起来，就回头等啊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偌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飘。冰啊！冰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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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，你在叫我？冰凉！阿爸，你是安怎啦？阿爸，就是你已经。阿爸，你咧哭？有啦，大人大种靠啥的？阿爸，遐个啊，我拢试过啊。真乖真乖吼。对啦，冰凉。假使有一天阿爸要离开你，你会安怎？阿爸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有啦，阿爸是可比安尼讲。你要去倒位哦？我就跟你去倒位啊。啊那有人要甲你带走的？我才袂跟伊去咧。真是了？对啊，我唔捌伊啊。假使讲伊若甲我带去问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啊，假使若有人强要甲你带走呢？安尼哦，安尼我就该拍。无啦无啦，阿爸，我是讲哦，我会报警，我会报警。安尼才好。但是经过就是安尼啦。无啊，敢讲我做作啊？我讲的话你哪唔相信哦？假使讲吼，这件代志是真实的，我也是较赞成哦，明亮也互因带转去。是安怎讲？你无想看的，明亮这个囡仔是真巧的，啊巧的囡仔嘛是要有较好的环境来栽培才会用的。对啦，假使讲囡仔若是互带倒转去吼，阮绝对是好好甲栽培。啊，若是讲请用伊的人，阮嘛是绝对袂甲失礼的啦。代志毋是安尼讲啦，啊，这个明瑶甲天教吼，因爸仔囝的感情，恁是无法度了解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带阮去吼，阮来甲顾劝啦。对啦对啦，麻烦你较紧甲阮讲吼，因到底住伫倒位？袂用的袂用，我袂安尼做啦。是安怎袂用的呢？我看安尼啦，这代志吼，我嘛先爱甲这天教参详看卖咧。哎呦，安那就安尼啊麻烦呢？哎，好啊好啊，既然哦，敢有消息，安尼我就有安慰啊。啊，其他的代志吼，咱慢慢再搁参详啦。阿嬷讲嘛有道理啦，咱若无，咱先倒转来去，等明仔载再来看卖啊咧。啊，迄阵嘛，啊，母这件代志，就万事拜托你，麻烦你哈，拜托你。好，顺行吼。顺行吼。阿姨嫂，假使讲这件代志是真实的，当然啦，对天教也是较无公平啊。也毋过对囡仔来讲哦，颠倒是好消息。